继续来关心这高雄农地去红头的案件是少年线一直逼，检调发现讲背后有集团伫遐运作。今头地检署呢，这检察长16早起亲身带队去到美浓勘查，除了去看这县招经机关助理迄块土地，了解犯罪手路以外，落尾阁来看，互人骗想讲是美浓大结果一块农地。想袂到呢，伫咧半路却撞到农民来တင်情。这农民讲呢，这沙石车伫遮出入入，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，害伊2年外拢无收成，而且这车路也拢够歹了，害伊是跋较大坑势哩。 这个白蜡是可以采的，都黑点的，哪有人要嘛像坏掉一样？农民比着装顶的白蜡讲，已经要2年拢无赚半仙钱啊，因为白蜡批衫顶悬拢是污点，卖样无好，销无落。伊讲这一切拢是隔壁这块美浓大结局造成的。农民表示，这2年沙石车伫遮出入，甲好的土石挖去卖，对别规载一寡奇奇怪怪的废土来遮囤，那害伊白蜡种袂起来，当然车路也够害了。看到检察长甲分局长来勘查，农民甲满腹的心酸做一摆土好玩。小弟啊，每天10几个在那边顾着。大姐，因为今嘛这个案件已经在侦办了，这些一干人的这个集团拢会来抓起来。抓是抓只，啊，其实大只，你无抓到。农民讲的也是这摆检察长带队来美浓勘查的重点，因为农地头过案件一件接一件逼。 检方怀疑背后有集团在操作，除了甲市府成立稽查小组，即时通知快速办案以外，警方也结合科技设备，用监视器来加强稽查效率。针对外界质疑政府办案效率歹，检察长也强调，一定会给社会一个交代。不是说仅都没有在这个处理哈，因为这个在挖的过程中哈，我们必须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监控啊，幕后是不是还有相关的集团哈？ 目前我们都还在积极追查中啊。建议那个中央去修法，将土石采取法比照废弃物清理法去纳入刑责。因为采法因为都有一定的行政程序跟行政作为、行政流程要跑，所以这些不法集团都是利用这些目前土石采取法没有所谓定有刑责。警方表示，目前列管的农地已经有10搭，拢有到监视器来加强稽查可疑的车辆，希望会当阻止偷过农地或被乱蹲土的代志搁发生。记者柯家如、邱朝阳、高雄场报道。